每次提起張慧儀，好自然就會將佢同性感豪放 link 埋一齊。但喺現實中，佢唔單止冇以上嘅特質，仲係一個為咗個仔可以放棄所有嘅好媽媽，就連男朋友都係啊，我哋分咗手。為養子同大陸富商分手。42歲張慧儀話唔需要再嘥時間。自從9年前收養咗養子 Hanson 之後，佢兩個就一直相依為命。雖然慧儀有仔萬事足，但佢一直都想幫阿仔揾翻個老豆噶。呢個願望本來有機會實現嘅，就喺上年9月之嘛。張慧儀就承認同內地失婚富商陳慧君拍拖，雖然對方本身都有兒有女，但對佢兩仔乸依然照顧有加。張慧儀仲講過視對方為結婚對象添，只可惜最近突然傳佢哋手已婚，張慧儀都認咗啦。其實如果係對方喺佢嘅家庭，佢自己嘅仔女同我呢邊作唔到一個平衡嘅，咁佢就唔係我要揀嘅人咯。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咁就唔需要再嘥時間咯。為咗阿仔可以放棄一段感情，母愛真係好偉大啊！蘋果 App 新功能 ，Catch Up 潮人必睇，新衫波鞋潮物最快最新。